啊！林东来居然搞定了，杨刚被带走了，一帮废物！还好我留了一手，林东来，给我等着！已经过去2天了，这垃圾场真的会迁移？林哥，不好了！你怎么慢慢说？我刚上来看楼下一堆人，他们好像是你公司建设的绿城小区业主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听说的，说现在公司要倒闭了，老板跑了，小区要封盘，现在都喊着要退款。哥，我现在跟你混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。哥，你去跟他们说，2、3天之后小区一着地，到时候价格定让我报。另外，他们现在尽量别动，还有。大家先安静一下，请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我不听你任何借口，我们要退房，退房，退房！